香港事故車拖返大陸整真係有數為咩？健哥，至少慳一半。有冇咁誇張啊？仲要拖車喎？今日連上車行有3架事故車，呢一架係本田，佢係同一架車相撞，成個見到嘛？側氣囊都爆埋，跟住咧成個葉子板門變晒形，跟住後橋都變形，避震都變埋形噶啦。所以呢個係屬於好大嘅事故，喺香港撞嘅，佢開唔到，需要拖上嚟嘅。跟住呢一架咧就係 MG 追尾啊，成個 pat 位係扁咗噶啦，而家呢個我哋揼翻咗。跟住呢一架澳門車Sienna，佢呢個咧就係響廣州嘅時候3車相撞，我哋幫佢安排拖車拉翻嚟嘅。咁點解話響大陸整會有優勢呢？第一個，事故車多數係鈑金噴漆，呢啲係人力成本佔多數嘅工藝。第二個，打嘅時間比較耐，如果喺香港嘅話咧，鋪租比較貴，所以嘅話咧，響時間同埋人力方面，大陸係佔咗好高嘅優勢。跟住呢啲配件嘅話咧，我哋亦都係可以訂到，實在冇嘅話，我哋都可以通過香港嘅供應商訂香港嘅配件。假如我哋北上嘅時候，或者喺香港發生咗啲突發嘅情況事故嘅話咧，可以發視頻同埋相片俾我初步報價。你認為有作為，可以拉過嚟俾我哋整。